当然，我们爱读书，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丰富的世界。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又到台南爱读书的节目里头来的。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一个甜甜的一个活动，也就是用诗书跟我们的甜点呢来作为我们的主题。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我们台南市文化局的局长叶哲山叶局长。各位观众朋友，梅霞老师，大家好。谢谢局长今天来跟我们进行这个非常有国际性的一个文化活动。局长，你知道吗？其实呢，我们在台南常常提到文人。那我就记得以前我在这个读古书的时候提到说，中国呢魏晋南北朝有一个文人叫做郝龙。郝龙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大热天的时候呢，撩了一个大肚皮，在他家门口晒太阳。别人就问他说：“你晒什么？”郝龙说：“我晒书啊。”你知道他肚子里面都是什么吗？都是墨水。对呀，所以你看，他就是一个有墨水的文人。其实呢，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我常听局长告诉我们说，在台南爱耳这文林，文林的生活。那局长，你所认为的文林文林的生活是什么款呢？这个时代专业的人足多，不过怎样按他生活的人反而变少了。所以生活要简单才是享受。心理要简单才是一种美，所以要懂得生活的人才是最快乐的人。了解。所以其实呢，在台南过生活里头，其实呢，文人的要件呢，一点都不能少。可是我们知道，其实呢，台南人最会搞花样了。没事，古城街走一走啦，老街呢，我们就来个吟诗啊，然后来点茶。所以你知道古代人是怎么过文人的生活吗？他们是这样子，他们要赏花，然后呢，他们要点香，他们挂个画。他们点个茶，来弹个琴。其实局长，你看我们常常都这样过生活，对不对？可是今天呢，我们要过一个更有意思的生活，就是我们古人讲读书就是要眼到心到。今天我们还要让它口到，口到就是给切给架了去。因为呢，其实呢，这个国际史书节这个活动里头，他们讲说，你吃的什么？就代表你是什么样的样子的人，所以呢，我们来办这个国际的史书节，在台南府城非常有意义了，很特殊。那局长，您知道什么是国际史书节吗？不是那么的清楚。其实国际史书节本身是由一群的文化的策展人呢，他们把书跟甜点呢结合在一起。因为有个甜点师傅讲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就代表你有什么样的样态。当然，书是甜甜的，放到我们的心里，就会变成我们丰富的宝藏。所以呢，全世界目前有23个国家以做甜点呢来推倡国际的史书。所以，如果我们台南办了，台南也是接轨国际舞台，您知道吗？台南是一个书香城市，也是一个美食之都，所以我们应该是最适合办这个活动。我们就这样想假设我们今天在台南办这个国际的史书节，一定要有在地化的元素，所以我们就选了精英。因为呢，我们在精英酒店这边，我们发现，如果你住进这个台南精英酒店，会看到台南的故事，有饮食的，有生活的，你就听得到。你也会看到有台南的歌曲，然后呢，听起来都是台南美丽的花朵。更重要，连台南文化局最在地的一本书《爱在镇头》，在精英的每个房间也有。所以我们在想，这么在地的一个酒店，我们请他的甜点师傅呢，帮我们做美食节的甜点。这个甜点很有意思局长，你知道吗？如果书呢，把它变成一个古籍，在手上是个饼干，感觉很有意思还有我们选了一位台南非常有名的在地的童话书信佳慧老师。信佳慧老师可能局长知道，他是一个其实很替台南在地的小朋友发声的一个很好的文学家，对不对？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呢，也可以借着一个小小的饼干，把信佳慧老师的爱心，其实就放到他的心里。我想这是我们今天要做史书节很有意思的一个活动。不过局长，我在想，今天我们这个活动呢，待会呢你会看到它有什么呢？它会有叶东泰先生来吟诗，会有陈庆龙老师来弹琴，然后我们还有这个非常有创意的饼干，我想真的应该是会蛮有意义的，非常令人期待。但如果假设我们今天邀请了一个在座的朋友来做这一场的节目之后，我们还蛮期待它可以变成一个更大型的活动。那我们台南有没有可能也来办一场更大型的史书节，来分享给我们所有台南的市民呢？我觉得我们在新总图开幕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来办一个史书节，让整个城市的民众在阅读当中也可以品尝到甜美的滋味。哇，
局长呢，这个承诺呢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就借着今天这个史书节的特辑呢，然后也告诉各位，今天您看到的史书节的甜甜的甜点跟书的一个甜甜的阅读结合在一起的活动，将会在我们的年底台南市立图书馆的总图开幕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来，对不对？是。好，谢谢局长今天呢给我们这样的承诺，我们一来展开我们今天的史书节的饮茶，然后呢品甜点，还有呢听音乐、吟诗的活动吧。哇，真的非常有台南在地气味的一首歌。我想在这个旋律里头，我们就慢慢的走进一个台南的文人活动的现场，真的很像我们刚刚文化局长所讲的，台南的文人啊，就会怎么样呢？闲暇的时候，我们借着阅读也赏茶，借着阅读，我们呢今天也赏音乐。当然，我们也会吟诗，所以在这个充满文人的现场里头，我们邀请到了几位重要来宾来跟我们共襄盛举。他们可都是在台南推动文化艺文活动非常不遗余力，而且令人尊敬的很多的好朋友呢。那我们首先介绍第一位是台南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洪玉珍洪馆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阅读很特别，有音乐，有精致的甜点。好期待！那我们要介绍的第二位呢，是我们双子星电台的罗启俊罗副理。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谢谢。那罗副理，您看到我们的甜点了，有没有觉得哇，真的非常特别不同呢？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到，连蛋糕都可以做成书的样子。等一下这个蛋糕怎么做，我可得好好来告诉你呢。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可成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林真美林执行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这么特别的活动，谢谢。好，我们然后要介绍的是我们义昌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许志峰许董事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志峰。那其实呢，这4位在我们台南推动艺文活动，真的尽心尽力，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办台南的史书节，怎么能够少掉他们呢？但是还有2位很重要人物，第一位是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永远的男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永远与诗做朋友，就是我们奉茶主人叶东泰叶大哥。各位朋友，大家好。待会呢，我们要请叶大哥给我们一个非常 special 的礼物哦。那另外还有一位呢，也是我的古琴老师，我很尊敬的陈庆荣陈老师。大家好，陈老师他可是各种乐器呢无不精通的。那我们今天把台南市的艺文界各重要的朋友请到这边来，主要是在史书节里头呢，我们要用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形式来庆祝这个活动。从2000年开始进行这个史书节的活动，它主要呢是要纪念一位甜点师傅，他讲过的一句话，他这样说的 ：“You are what you eat。”你吃了什么，那你就会有什么个样子。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甜点是每一个人另外一个味，所以呢，我们今天把书跟甜点结合在一起。甜甜的书，甜甜的知识放进我们心里，不是很可爱吗？所以我们就请了精英呢，为我们制作了这个甜点。这个呢，甜点很特别哦。你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呢，是由我们 Lauren 这个法国的甜点主厨，他为我们做的一个很好的线装书。古籍的书啦，很中国风。而另外一个比较咖啡色呢，它所呈现是一种羊皮纸，那也是我们的西洋的古籍。古籍捧在手，其实呢，感觉滋味甜在心。但是这个茶呢，那我得给好好请教叶大哥了。这个茶听说是乌龙茶，是不是？是啊。是哪一种茶呢？以前是一种大叶乌龙，这些大叶乌龙都是我们在台湾农民非常喜欢的一个，因为叶子大嘛对，所以收成量会比较高，哦，了解，也很强，所以它配甜点就是绝配了，对不对？是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在台南我们常说，那在地一定要越在地才能够越国际，所以在台南呢，我们今天要庆祝这个史书节，要
站上一个国际的接轨，当然要有台南味，对不？啊，台南味就要有台南诗啊。那咱的诗吼是安怎写安怎读？其实叶大哥上知，叶大哥读册嘛，都是修诗，敢有是？是啊，咱就来吟诗，好不？安尼就开始了。食册，有食饭，有食茶，啥物啊？要有食册，食茶爱配话，天文地理用啊话，食饭有菜价，食饱烧营嘴烧拍，食册拼气质，白有诗歌扣成章。琴棋书画不离身，香酒茶花难一生。如玉册中是仙子，黄金屋内最新鲜。书中的宝藏目睭看，学海嘅珍珠心体会。肉身运作靠食物。心灵营养爱食册。哇，真是很贴切的一首诗哦，琴棋书画都有了，还有呢，这个黄金屋啦、颜如玉都有了，还有叶大哥最后告诉我们一句最重要，说你的身心要有营养哈，跟你讲爱假菜。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邀请我们所有的贵宾跟我们一起来假菜。但是叶大哥哪边假菜吼，嘛都要音乐对不？如果我们今天要请陈老师呢来左乐一首。你选的是哪一条？当然嘛是在咱厝边的烧肉粽。是安怎讲烧肉粽咧？哦，这台南上界芳的。安怎讲？你若徛伫酒林，你就会去闻到这个味啊。哦，了解。郭金发先生好像嘛是咱台南这个所在的朋友嘛。啊，佮我伊讲自比自谈吼，细汉时无读册，尾仔才去卖烧肉粽。但是呢。我感觉好像肉粽没了这趣味，所以我们希望老师老师可不可以这样？那小肉粽跟你刚才那一首《南都雅曲》，你咋用这会来弹一首？你敢不敢安怎？可以哈，好，那我们就请老师来演奏，大家来享用我们今天的很好的茶跟很好的这个甜点。
我们常常说，其实如果你打开一本书，就是打开一个暖心的记忆。今天我们在做台南的国际史书节的这个活动里头，品尝着这样的好茶，这样的甜点，我们感觉其实这个暖心记忆中更有甜甜蜜蜜的滋味。所以呢，你不要忘记了哦，在每年的4月1号，你也可以邀你的朋友一起，大家来属于我们自己台南的国际史书节。那么我们也可以让你这样美好的活动，让你呢推上国际，而且呢因此更喜欢阅读。我们谢谢今天各的朋友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们也可以继续来享用我们的这个美食了。结束了我们在1楼书院非常风雅的一个台南史书节的活动，我们也喝了茶，吃了甜点，赏了音乐，听了诗之后，现在呢，我们要来到的台南精英酒店更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噔噔噔精英小学堂。嘿，李总，是这个小学堂的设计真的很有趣耶，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呢？当然喽，来到府城的话，我们府城最有特色的全台首学，康熙时候的台大。那我们把很多的元素都放在这个小学堂里面。哦，的空珠没有搬来这个地方就对了哈。OK， 那空中别细汉读册，其实我们要学礼乐射御书数，所以我们用这些元素呢，设计了很多的游戏。也就是把古代的6艺变成游戏，让他们从做中学，是的，这是一个很寓教于乐的一个很好的活动。那也就是来到这里的朋友，他们不止来这边旅行台南，认识台南，其实也可以感受一下台南的人文，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在这里面他这样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真的得来这边，你可以发现一个非常完善的旅程中，当然不能少了来到精英的小学堂。没错，那我们每一年暑假，我们都会设计所谓的进英的进京赶考的游戏。哇塞，那就真的让小朋友复习一下。我的是台南这文林，我准备的赶考，对不对？那既然要赶考，一定要进小学堂，赶快看一看。来，我们这边请。好，谢谢。哇，真的好像来到那种人之初性本善，摇头晃脑，小朋友学3字经的地方了。哎，小朋友呀，你们好，好可爱哟！你看看，嗨，总经理阿姨好。哎，他们穿的这么可爱的一套衣服，是你们特别设计的吗？对，我们特别设计的孔子服。哦，原来真是有学问。哎，那这里呢，好像这个很特别哈，你们有分了几个？这个是我们是结合了东方的文化还有西方的治愈，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这个游戏。都是有考虑到，对，所以难怪这里是精英学府。所以我们在这个精英学府呢，来办这个接轨国际的史书节活动是最好的了。那所以呢，我想李总好特别哦，你看小朋友迫不及待的很喜欢这个，是我们为这个史书节而做的甜点吗？对，特别设计的，它不是很简单的一般的饼干而已哦，真的是有玄机的。真的啊？怎么说呢？它都是每一块饼干都是一本书哦。对，哇，就是这本书嘛，对不对？蝴蝶朵朵，哦，对。我们在这次呢，在台南的史书节，我们特别选了非常令人尊敬的台南的绘本作家信佳慧老师，因为事实上他也带了一个葫芦巷的一个读册会，鼓励大家一定要阅读。哎，小朋友，这一本书有谁读过呢？举手。哇，好棒哦！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呀？蝴蝶朵。哇，那你知道吗？这本书里面他讲了一个小朋友叫朵朵，对不对？朵朵他很开心的就会像蝴蝶一样，怎样呢？飞呀飞呀，怎么飞呀？飞我看看。哦，真的呢，像小天使一样这样飞。所以呢，他其实是用了很多的爱情来写给小朋友的一个绘本。哎，可是因为他呢在台南尽力做了这么多绘画的一个本子，那也启迪了很多人对小孩的一种关心跟替儿童发声之后，所以因此大家就把这个蝴蝶朵朵当作台南的绘本作家的代表。那有人听过蝴蝶朵朵也是一首歌吗？有听过的举手。嘿，真的呀？那我请2位阿姨来唱，看看是不是你听过的，好不好？好，那我们呢就请这个墨歌音乐工作室的吴佩佳老师，还有梅琴老师。好，真的呀，我们请他来唱一首《
蝴蝶朵朵给大家听。哎，你们很喜欢这个饼干哦，在听这蝴蝶朵朵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一边吃你们喜欢吃的饼干喽。开动喽！微风轻轻吹，吹拂过花园。秋千上的孩子像只蝴蝶展翅飞，花儿吐新蕊，春光正明媚。你用纯真编织世间美好的一切，直到乌云占领你的心，也吞噬了你的笑颜，侵蚀着拥抱生命的残缺，打开心扉就会看见蝴蝶朵朵飞呀飞，飞出梦中的深渊。别害怕黑夜，我就在你身边，让我抹去你的泪，幻化作繁星点点。蝴蝶朵朵飞呀飞，带走昨日的伤悲。彩虹的两端，系着爱和思念。花开朵朵的季节，乘着我的祝福往前飞。我会记得你的美，守护爱的微光，永不熄灭。我想听了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有《蝴蝶朵朵》这首歌呢？这首歌其实是吴佩嘉老师所做的。我就很好奇，想问一下佩嘉，当时怎么会想到为信佳慧老师做这首歌？因为我自己有2个小孩，我也是个2宝妈。那信佳慧老师一直致力于推动儿童阅读，对，那我也一直很尊敬他。那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这个阶段，一直在跟死神巴赫赛跑，要宣导这个《蝴蝶朵朵》这一本绘本。那我一直很感动，也很心疼。那有一天忽然间，脑海里面就跑出了《蝴蝶朵朵飞呀飞》这个旋律。第2天、第3天，我就决定，好，那我也要写这首歌。我又改编了《蝴蝶朵朵》这本书的内容，然后一方面写这个故事，然后一方面也想要跟信佳慧老师致敬。对，我觉得其实用音乐，还有我们今天办这个活动，其实有很深刻的一个意涵，是因为信佳慧老师讲过，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难免都会受到伤痛，可是让我们的孩子在伤痛中走出来，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光，是作为一个今天创作者很好的责任。在台南办史书节，书是一个温暖的象征，书也是一个生命中很甜蜜的礼物。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史书节以及这个史书节所有的活动，也告诉各位，在你生命中拿起一本这样的书，带入生命中美好的旋律。每年的4月1号，用这样的甜蜜的品食，用这样阅读的一个美好的感受，我们一起来接轨国际史书节吧。谢谢各位今天的观赏。风风花，树头飞，阮的心情对你走相找。风风花，烟拍拍，日日点点一地走摊。春花红红插头丛，碰棍青青遐大丛。风来片片人乌蝶，浮城上水看一丛。